你若一个伫遐爬，伊有可能就爬个当时。生活顶有啥物压力吼，就是忙的去爬啊我。知我知。哦，哇，这压力足大，哦这这压力很大。嘿， OK， 哇是不是？嘿，但是你压力真正太大了，哦，拢飞出来啊。钱拢会飞出来。好，因为这因为去挖着涂骹啊，对啊以早的人真正拢是安尼用，对哦但是因个会野棍啊开始伫遐讲。来，你有要试甘蔗？啊，伊讲袂当伤大烂。袂使伤大啦，我毋知讲伊这遮紧，遮脆嘿，遮脆啊。嗯，可以，继续。根本都无拍到啊！没拍到吗你在哪你现在甩到都后面的豆子。这没有，那我们抓这边就好了。这可以这样。对，哦，安尼，哎，这对，力会使啦。嗯 OK，有开啊，哦，有了。那后来它全开了以后，我们就是有拢开。对啊，就把豆荚拿起来就好。这些豆子就是漂亮的。泰哥安尼，哦，安尼个吹掉。哎，以前老人拢可以蹦机啊，这样甩，然后靠风它就会吹掉了。啊，现在拢机械化，那电风共款啊。到啊6月的时阵，电风吹过，遐阿渣都拢飞掉。这真真水呢，讲实在，OK OK，OK 啦。乌豆也变黄金啦。